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，今晡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来运动的还有地仙老师，哈，然后大家积极来运动哦。今晡日玉明老师带地仙老师来做乜个运动呢？就是大腿的肌耐力，你抬大腿的肌肉哈，你看到你身体规身的重量。哈，不管踢球也好啦，操也好啦，哈，行路啊，做乜嘅，你就要有抬腿啊，大腿要有肌肉，大腿有力，走路有风。好，故说今晡日呢，一鸣老师来教大家按样来训练大腿的肌耐力。好，地仙老师又开始来，好，最前呢，哈，跪凳跪着，跪凳的姿势哈，按呢把脊椎摆正。好，慢慢的调息，吸气，吐气。不管你坐凳、起凳，哈，两个下巴哈，莫按了。你行硬的按的话，你看驼背，好，收下巴，挺胸，好，肩头就打开来了。好，听你的动作呢，右脚踏出去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看到哈，那个。大腿的肌耐力有冇哈？你抬腿去训练哈，所有的运动哈就冇办法像瑜伽嘅姿势做到一只动作。哈，一只动作除咗训练你抬腿的肌肉之後呢，還做得訓練人的髋關節，哈，避免骨質疏鬆，哈，避免人跌倒，哈，人抬腿呢抬腿有力呢，當做的支撐人的身體的力量。故說呢，也看哈，也腳掌筋，個腳趾頭成一直線，做唔得按呢。你按呢話，腳趾頭會舒爽，沒做唔得按呢。你按呢話，腳趾頭咪會舒爽。好，故說也係玉美老師講，同樣來到呀，好，個人看下腳趾頭哈，腳趾頭全部打開，塌下去，好，變到呀，好，挺到呀。好，你挺到呀哈，也會胸挺起來，好，這樣挺的，收下巴，胸挺起來，好，慢慢的頭去吸氣，吐氣，好，慢慢的頭去吸氣，好，吐氣，不用輕鬆，好，鄉親朋友，一下做一隻動作做好，做起呢也開始出道理了咩？哈，個人也後背一隻腳，嚇，有本安尼來開來嘅感覺，嚇，有本做伸展嘅感覺，嚇，一下呢，手臂都也腳趾頭順哈，後背腳尖墊起來，嚇，後背安尼腳尖墊起來哈，慢慢的吸氣，腳趾頭伸出來，好，腳趾頭伸出來啊，你就保持到也個右大腿有出力。好，後背嘅大腿呢又伸出來，好，一下呢，人手扶得人腳趾頭，吸氣，放起來。哦，一下按你動實力咯，你就會喺冇氣後勢會一直發抖，好，手叉腰，好，挺到呀，當有自信呢，好，訓練人嘅大腿嘅前面的肌肉的力量，好，你按呢踢高，按呢踢大。好，同樣呢平行，大腿平行得呀。好，挺到呀哈，算10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手打開來。好，往上。好，不要放鬆。好，伸展。慢慢的挺到腰，也開始呢，叫做開始燃燒大腿的能量了。開始一次會動手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過扶登機，好，身體向前咯，下一次動作，手不要落地來哈，右手叉腰，吸氣，正神。鄉親朋友有空下練冇啊？練的就係廿個哦哈。一下玉美老師跟地仙老師的大腿燃燒，好，開始的
增强脚的能量诶，规个脚又顺又瘦。好，一下数吸气，向上背，好，扩胸挺多的，慢慢的吐气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勾手叉腰，好，慢慢的换边转来，还原，好，吐气，哦，按酸腰，好，膝盖着地。你在酸腰那边头一下太虚啊，真好，酸痛过后的感觉啊，真好。你按呢头一下太虚，就会不用强松的意思哈。好，过呀，你刚下按呢支撑等级，佢会受动酸腰，过你挺到嘅哈，佢嘅张力大开了去，你慢慢的吸气，好还原，好脚顺出来，刚下喺90度嘅弧度一下，你留嘅腳。好，伸出来，不用努力啊。好，再勾脚跟。好，吸气，脊椎来出来。然后呢，老呀，加下伸展那个肌肉。好，慢慢的来开来，来开来，够释放脚嘅疲劳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手肘弯曲放松。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吐气，放松。好，吸气，抬头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一只动作呢，就是来老呀，好，来开来，要跪来开来，好，慢慢的踩回去。好，安尼，你可以都不卡练习没哈？好，你都不卡练习，你可以安尼前后安尼练，安尼会预防也髋关节的骨质疏松。各位呢，人家个大腿的肌肉的力量呢，可以让佢好增强佢嘅弹性，好增强佢嘅安尼肌肉的嘅安尼，增加佢肌肉的氧气。好，各位，弯脚的时候呢，你同样安尼哈，把右脚往后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婴儿式，好，手肘着地，额头着地，吐气，不用强松。慢慢的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好起来了，起身了，慢慢的搬弄骨，一节一节的，脊椎一节一节，吸气，站来，好，调息一下，记得哦，下巴收，胸口开，脊椎摆正，好。乡亲朋友，有右脚做有左脚，安尼这样有平衡哦。一下玉美老师做过以后呢，给大腿哈收啊哈，这么佢被燃烧诶，增强脚嘅最后本件能量是错嘅啊。好，一下呢，阮左脚了哈，左脚踏出去，同样啊哈，一模一样的动作。你现在你一下去个量看那讲，我安尼，还没踢过，安尼还没出去嘅量呀个呀。脚掌根到脚趾头，好，成一直线，好，你挺到下去的呢，你就知道讲哦，我也有来到的感觉，好，我也有伸展的感觉，好，你准备好些呀，动作好些，后面脚尖垫好，好，吸气，放起来，同样啊，脚要大腿哈，往后踢一下，好，手叉腰，挺到腰。好，右脚一下面也开始老抬腿有一些施力了哈，就开始老给安尼注入更多的氧气。好，吸气，双手往外打开，好，慢慢往上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向上，好，都要吐气啊哈，后背右大腿要有力，的往后踢出去，左大腿要平衡的，好。都给起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合掌向前面，好，右手变到右片哈，左手叉腰翻转，吸气，好，左手上来，好，挺到腰，一脚唔好跌下来哈。你假使讲你后背冇力气嘅，你大腿的力量不够嘅，你就着地。你假使讲大腿后面的肌力不够嘅。肌肉係唔拉力氣，你都不用提來。好，口咽發吸氣，好，慢慢擴胸，好，挺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站來，
好，你假使讲你假使讲，老师我要做进一步的话，你后脚跟踩下去，后脚跟着地。好，你就鼠标落来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后胸。好，按呢，转身，后手护扣。你要做加强版的，底下停留。好，按呢动实力咯，要动强哦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还原。真好。好，后膝盖着地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左脚伸直哦，胸腰哦，挺到呀，收下巴，脊椎摆正。好，两个肌肉啊，两个龙骨啊，来出来哦，做唔得按呢，拱背啊哈。好，按慢慢的腹部，肚子竖起来。好，一下呢，脚跟高，胸腰手肘往外，吐气，放松。前弯呢，老安的心更谦卑，更柔软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抬头，伸背。好，抬起来。好，一下吸气，左脚竖起来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休息。好，吸气，脊椎一节一节还原。好，要做通常呢。做太气啊，头太气哦，好，挺多呀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低头一下太气，不要强松，知道两个抬腿的肌肉收收，本动作的温暖，本动作的能量，好。因为天天做运动，又吃到规身呢，当轻松，当舒畅嘛。当然呢，从下运动就会带给人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开心、幸福。